大王，臣刚才听喜子说，他说那个这个茹毛卫退的臭小子，竟敢欺负了寡人头上。大王息怒，息怒！寡人为了助他登上王位，险些和相国决裂。是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竟然恩将仇报，寡人岂能饶他？哦。 他是不是想用这个宝物让西施夫人在大王耳边进言，然后要就这样？你没看他在西施面前的样子？寡人不是3岁小孩，他是为情所使，为情所惑。大王，大王，你稍安勿躁啊！臣马上就去找他，我找他问他去啊！大王，息怒。 殿下，在笑什么？虽说是好事未成，可我觉得这个西施夫人对我还是很有情愫的，要不然她怎么会在夫差的面前替我遮掩？启禀殿下，越国太宰大人到了。 太宰大人，快请坐。殿下，你干的好事。太宰大人，此话从何说起啊？你怎么竟敢在宫中私会我王的嫔妃呢？ 那只不过是恰巧相遇罢了。未必吧？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那位西施夫人，的确是惊如天人，本殿下对其确有爱慕之心。可是我绝无非分之想。没有非分之想，殿下竟敢以夜明珠相送？我只是想益清芳菲，只是想对殿下呀，殿下，你怎么这么不知得轻重？你这次来我吴国到底为了什么？不就是让夫差大王助你登上王位？如果当上了大王，那不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吗？你闯下大祸了。怎么讲？西施是大王的宝中之宝。 这件事，他岂能容你啊？那他会怎么样？助你登上王位的事啊，就不用再想了。轻则把你礼送出境，重则就看殿下的造化了。哎，莫非他还能杀了我不成？为情所使，即便是动了杀机，也不是。 太宰大人，江宗年幼无知，求太宰帮忙。哼！太宰大人，什么呀？在下分别找到了大王身边的几位侍卫和宫人，他们说这件事情是郑旦和一个名叫婉婷的宫婢报告给大王的。那郑旦怎么说啊？在下没法进入广华宫，就拜托一个管事的去问了他。他说是偶然看到西施和江聪在花园幽会的，他就去禀告了大王。这个倒没细讲。哎，刚才你说见到一个叫婉婷的宫婢？是，可是宫内的宫婢众多，还没查清楚究竟是哪一个。来人，在。你知道有一个叫婉婷的宫婢吗？回太宰，她是洗衣房的婢子。叫她到我这儿来。是。启禀太宰大人，婉婷待到。下去吧。是。奴婢叩见太宰大人。抬起头来。本太宰听说，你看见了江聪殿下在花园里和西施夫人讲话。是。接下来呢？正巧，广安宫的郑旦姑娘从旁边走过。往下讲。我们正说着，又正巧，大王走过。又是一个正巧。
于是你们就报告给了大王。哎呀，你们如果没报告大王，那大王是怎么知道的？不是我们要报告，是大王看见我们悄悄私语，就追问究竟。奴婢想，大王也要从花园中走过，就算不说，他自己也会看见。我们就只好如实禀告了。这是寡人亲眼所见，太宰还有什么说辞？这件事情并非那么简单。臣口无遮拦，有话要说，请大王恕罪。寡人恕你无罪。这西施夫人和郑旦姑娘既是同乡，又同来侍奉大王，可是大王厚此薄彼，那被薄者他就要心生怨恨。他太宰不要拐弯抹角。臣是疑心这是郑旦姑娘设下的圈套，想陷害西施夫人。这个推断没有道理。郑旦若想陷害西施，把西施骗进花园，那么江聪呢？难道江聪也是他安排的？可大王您别忘了江聪身边那个门人孟琪，他也是西施夫人和郑旦的同乡。孟琪是西施的同门师兄，他怎么可能和郑旦一起陷害西施呢？何况孟琪是江聪的门人，他和江聪的前程息息相关，他不可能会干这样的事。不要再为江聪开脱了。那大王要把江聪，人绝不饶他。是。可是，臣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，他不是。好了，太宰，什么都别说，好好去准备你的越国之行吧。是。这是真的。千真万确，大王一把把那颗夜明珠抓在手里。听喜子说，那颗夜明珠亮得很呐。大王看见的时候，那个西施和江聪在做什么？男女独处，夫人还用问吗？你说大王会怎么处置西施？上次夫人把他和范蠡堵在寝房里，这次又在光天化日之下和齐国公子私会，总不会轻易放过吧？是啊，如若这次再轻易放过，大王就枉为大王。禀夫人，大王来了。夫人，快，我这就弄好，你先到外头去迎接大王。奴婢带夫人恭迎大王。夫人歇息了吗？夫人猜着大王会来的，在房里候着呢。大王，哎，快躺下，别乱动。躺好。那成什么体统？冬梅，快扶我起来。小心点。还好吧？八成是个小王子，每天在肚子里都不老实。这么晚了，还劳大王来看我，要不是有孕在身，我早就想好好伺候大王了。来日方长，不能伺候大王，总是喊事。还是请大王回广华宫歇着吧。广华宫。还是爱妻对寡人？我对大王怎么了？还是爱妻对寡人真心实意？冬梅，奴婢在。备酒，我跟大王喝上几杯。免了，现在有身孕，不可以饮酒。那我就陪大王好好说说话。爱妻还是早点歇息吧。寡人突然想起，太宰还有要事等我。大王，大王。
王这边，快上茶。大王请坐。大王，你，请西施夫人过来，寡人有话问她。大王如果要见西施，为什么不到她的房里？寡人不喜欢刨根问底的女人。大王叫你去，还呆愣什么？大王，快尝尝新茶。大王请。姐姐，刚才我看见宫里的人都去迎接大王，他还直往这边看，像是很生气的样子。不早了，我们睡觉去吧。姐姐就一点都不担心吗？夫人，大王请你去，说是有话要问夫人。大王在哪儿？在郑旦姑娘的房里。去告诉他，就说我睡下了。姐姐，这怎么得了啊？就这么说。你等等，姐姐，这样会惹怒大王的。惹怒就惹怒吧，我不能去顺从一个根本就不相信我的人。可是他是大王啊！可在我心里，他是一个我喜欢的女人。如果在他心里，我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，绝不会去奉迎他。姐姐，别忘了，这是王宫，这由不得我们。去解释解释，说不定就过去了。我的罪已经受得够多了，无非一死。该来的就都来吧，我不想再为自己的清白解释什么，更不想在这个时候去见他。梦瑶，你去吧，就把我的原话告诉他。大王，西施夫人心里委屈，说不能来见大王。你说什么？夫人说她不想为自己的清白解释什么，她还说不想去顺从一个根本不相信她的人。他敢不见寡人，寡人去见他。大王，西施夫人真的没有做一点对不起大王的事儿啊！退下！请大王不要为难她。站下！我的梦王，他怎么了？他为了给你求情，冲撞了大王。姐姐，大王，梦瑶她只是个孩子，这不关他的事。你听好了，只要你肯为今天的事情认错，保证今后永不再犯，寡人可以宽饶你和这个不懂事的婢子。西施不知道错在哪里。你，寡人亲眼所见。我和江聪殿下只是偶然相遇，说了几句话而已。而已。那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，不是定情的信物是什么？根本就不是什么信物，奴婢也从来就没有想要收过它。你再敢狡辩，寡人就杀了你！奴婢说了，这不关他的事。如果大王不相信我，那就杀了我吧。西施，你就给大王认个错吧。不知道错在哪里。
小奴才，告诉江聪，传寡人的话，让他立刻滚回齐国，否则寡人杀了他。是。已经叫人撵走江聪了。什么时候？就在刚刚，他在广安宫大发脾气。真是太好了！只要夫差赶走江聪，吴齐两国就永无宁日了。我比太宰在查问花园中的事，幸好我和郑南玉好口径，他没有发现破绽。江聪会什么时候离开？这个剥皮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大王还需要做什么？你等一等啊！马上把王后送出宫。出宫，叫他去见裘善将军。寡人已有筹划，这事儿一时一刻都不能耽搁。快去，快走吧。是我们进出的角门，一般没有人看守。往后你可以从这里回来。安婷姑娘，以后我和大王都会感激你的。夜深了，往后多加小心。事情就没点转机了。大王还在怒火之中啊！可是无论如何，公子江聪是我约到吴国来的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太宰怀疑郑旦还是合乎情理的，可要是孟琪要陷害西施和江聪的话，哎呀，我怎么把他给忘在脑后了？谁呀？勾践。勾践能说服孟琪陷害江聪和西施的，只有他。哎，勾践已然是阶下之囚，和江聪又有什么瓜葛吗？哎呀，如果吴国和齐国结盟，那我吴国在称霸的路上就前进了一步。如果吴国成了霸主，那勾践就永无出头之路了。反之，如果吴齐两国为了江聪而刀兵相见，那对越国来说，不至于一件好事啊。这倒有理啊。更要紧的是要有证据啊。恐怕唯一的办法，只有将孟琪下狱审个明白了。不，眼下他
他还是我吴国的客人，又是江聪的门人，如果审不出结果，那以后就更难办了。眼下太宰就要出使越国了，如果大王跟江聪闹翻了，且别说吴国大计，就是太宰您的脸面都会让伍子胥羞辱的。你说的对，这件事不能再犹豫了，明抓不可，暗抓不放。好，我着人自己下手，将他囚到府里来。去吧。事已至此，殿下就不必再后。我和他夫差仇不待天，另投他国，使我得偿为我绝饶不了他。江之水，难者正派，末将告退。究竟是什么人？从决策到现在，短短的1个时辰，竟会有人如此的了如指掌。您说，会不会是相国所为啊？不，他不会如此做的。那会是谁呢？肯定是有一双隐蔽的眼睛，时时刻刻在盯着我们。果真有这双眼睛，那就太让人防不胜防了。是啊，今天晚上的事情绝对不能声张出去，一定要把这个隐秘的对手找出来。好。大王到了。辛苦了，他们个个身手不凡，时刻等候着大王调遣。好，哎，起来！谢大王。来，请大王跟我来。大王，请这边，就是这里。大王请进，快！大王，孟将军，快把将军身上的戒具打开。是。大王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？他们不是抓你，他们是救了你。抓孟将军的是伯嚭，我们是奉大王之命把将军救到这里来的。谢大王。哎，起来。大王，伯嚭为什么要对我下手？这你还不明白？江聪是伯嚭请来吴国的。他察觉了我们的谋划，认定是你和郑旦设下圈套，陷害江聪，要把你置于死地。现在吴齐联盟已成泡影，寡人不会忘记你的功劳的。秋山，准备的东西呢？在，我马上拿来。啊，孟将军。大王，这是寡人赏赐给你的。因为寡人知道你曾经深爱着西施。这次的事情之后，西施在夫差面前也已然失宠。寡人决定要你
代西施远走高飞，这即使成全了你，也是救护了他。梦琪，谢大王。大王，这姑苏城四门紧闭，恐怕出去很难的。起来，这个寡人已经做了安排。你带孟琪将军在西宫门外等候就是了。是。孟琪，谢大王。走吧，走吧。西施姐姐，怎么了？太宰大人为了救江聪殿下，把花园中的事一股脑的推在孟琪将军身上。什么？他对大王说，是孟琪设下计谋，把江聪骗进花园的。那然后呢？太宰大人正在派人追杀孟琪将军。追杀他？现在姑苏城四城紧闭，恐怕只有西施姐姐能救他了。我该怎么救啊？孟将军，西施姑娘来了。什么人？不长眼的你！宫里。啊！这里了，一路保重。师妹，你还是听我劝，跟我走吧。既然夫差认定你和江聪幽会，他就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不管他信不信，我问心无愧，怎么他会你？可这里终究不是你久留之处啊！我知道你深爱着范蠡，我可以先把你安置到一个平安的地方。哦，对了，这些珠宝足够度日了。等到有一天，范将军和大王返回越国，你们就可以。不用再说了。我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他们追来了，师兄，快走，快走！保重！师兄！谁杀了他？寡人在问你。将军让他把你接出城。看来你是真的想离开寡人。大王，江聪冤枉啊，冤枉啊！这些都是齐国王室的事务，你先在花园和寡人的爱妃私会，又让孟琪用这些事物刁买我的爱妃，将她骗出姑苏城。事发败露之后，又杀了孟琪。哎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昨天晚上，孟琪突然间失踪，本殿下根本就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啊！铁证如山，你还敢狡辩？哎，江聪就是冤枉。哎，太宰大人可以为我作证，本殿下对大王绝无二心。跪下！大王，老臣早就说过，这江聪绝不是可信之人，请大王速速决断。来人！在，将这个恬不知耻人逐回齐国。寡人永不再见他。是。夫差，你这个害怕不分的昏王！来日本殿下登上王位，绝饶不了你，绝饶不了你！
好兄弟。孟老，我们走。夫人，夫人等等。夫人冰清玉洁，是江聪连累夫人了。夫人，夫人，请听我把话讲完。我必须要告诉夫人，孟将军的确是为我而死，可他是死于小人的谋杀。有人盗走了随身携带的齐国珍宝，还设计把夫人和他诓骗出来，说是我命他暗中把夫人带走。他们一面嫁祸于我，一面杀人灭口，害死了孟将军。不准再说了，走走走，走！夫人，本殿下根据属实。夫人，夫人，请夫人相信我。夫人，夫人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师兄，告诉我，谁是害死你的小人？不管他是谁，师妹就是拼上性命，要为你报仇。师兄，告诉我。禀告大王，被逐的江聪已然上路了。大王如此决断，臣深感欣慰。只是这件事尚未圆满。老臣说的是与江聪幽会的西施夫人。西施身为王妃，却相继与范蠡、江聪、孟起3人有染。如不严加惩处，既是大王之耻，也是我吴国之耻。老臣不得不坦而言之。相国言之有理，臣早就听说这越女西施有欠检点。何止是有欠检点，后宫中出了这样的女人，是我吴国的祸患。臣请大王早早褫夺西施的封号。大王的愤怒，臣等尽知。可事已至此，当断则断，方为上策呀。大王，大怒伤身，大王。寡人发怒了吗？万事都有轻重缓急。明日寡人亲自前往越国，太宰随寡人前去，武相国留作监国。大王，这是从何说起啊？寡人的话讲得不够明白吗？老臣是不明白，大王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去越国？难道相国你自己说的话，你也忘了？老臣说过什么呢？你说过，这越国是我吴国的心腹之患，既是心腹之患，寡人就不能等闲视之。是纯越，还是亡越？是除掉勾践君臣，还是放他们归国？寡人真的是拿不定主意，所以才决定前往越国去查看那里的情形。相国，刚才你不是说，当断则断，方为上策？寡人就更不敢掉以轻心了。相国做监国，寡人放心；把吴国交给相国，比交给寡人自己更放心。请相国即刻派1哨兵马，跟随寡人前往。说得对呀，这越国地势险恶，人心刁蛮，得多派些军队，才能保护大王的安全呐。知道你想要说些什么？臣只想知道，大王为什么要到越国去啊？你以为呢？其中西施夫人的事，也是各种因由吧？为什么？这几日发生的事情，如果换做别的嫔妃，甚至是王后，也难逃重责。臣以为大王一则不赦，
二则从心里认为西施夫人不是轻薄之人。越国系西施夫人的故乡，大王一定会带她去。不管是圆满还是歌手，都在此一行了。太宰的确是钻到寡人的心里了，只不过寡人此行越国，这只是缘由之二。大王深不可测呀，难道还有其三吗？蹄子，小奴在。请王后和各位嫔妃到魏姬夫人那里，寡人有话要讲。是。叩见大王。起来。谢大王。你身子不便，以后这些大礼就免了吧。谢大王。皇后，坐。寡人今天召你们到这里来，是因为魏姬有了身孕，不能过于劳累。大王有什么要紧的事？这样的兴师动众。寡人要到越国。大王为什么要去越国？当然是国事了。有儿和千庸也要随行。大王，你有什么话要讲吗？千庸年纪还小，我怕会给大王增添麻烦。他已经不小了。原本寡人派他随太宰出使越国，现在寡人亲自带着他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郑丹，奴婢在。你搬到这里来。搬到这里来，好好照顾魏姬夫人。如果你尽心尽力，你的事，寡人会记在心里。是。我还是跟随大王出行吧。这怎么可以呢？你现在眼前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照顾肚子里的孩子。可大王身边不能没有人，是否？有西施一人足矣。他最近那些，寡人自有寡人的安排。是不是不放心我？要是寡人哪件事处置的不妥当，刚才当着他们，我不好讲什么。这西施出了这样多的事情，大王还要把她带在身边，我真不知往后怎么管束这后宫的嫔妃们。难道？寡人不相信西施是个不轨人员。大王可以不相信，可是宫中无人不信，殿上无人不信，再这样下去……好了，不必再说了。寡人向你承诺就是，倘若以后西施再有什么事情，就把她交给你处置。张旦姑娘，王后，大王呢？大王和范将军都在里面。你说什么？夫差要亲自去越国？他有没有说去越国做什么？事有蹊跷。将军，你以为呢？几天前，夫差说没有理由再让我们活下去，可是说过之后并没有动手，这说明他尚在犹豫之中。看来他去越国是要做最后的决断了。江聪走后，夫差可有处置西施？不但没有处置，这次去越国，满后宫的嫔妃他只带西施一个人。西施根本不愿意再为大王做事。范将军，你们快帮我想想办法，我必须跟在夫差身边。那王后和魏姬对西施的事怎么说？魏姬在夫差面前吃了闭门羹，王后虽然什么也没说，可是谁都看得出来，她对夫差这样独宠西施也是敢怒不敢言。你去告诉西施，寡人要立刻见他。见他又能怎么样？不要再问了，你的事寡人会帮你，快去，不要耽搁。是。
瑜，大王，你去发出信号，叫裘善马上进宫。好，我知道。将军，本来有种预感，这场灭顶之祸就在眼前了。我必须要告诉夫人，孟将军的确是为我而死，可他是死于小人的谋杀。有人盗走了我随身携带的齐国珍宝，还设计把夫人和他诓骗出来，说是我命他暗中把夫人带走。他们一面嫁祸于我，一面杀人灭口，害死了孟将军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你知道吗？夫差大王要带你去越国。你说什么？大王要带你去越国呀？去越国？姐姐，你要带我一起去。我们终于要回去了，我们终于要回去了。不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这是真的。甄旦，你是亲耳听到的？刚才大王在魏姬夫人那里说的，所有的嫔妃，包括魏姬在内，他只带你一个人去。先不要忙着高兴，勾践大王要你现在去见他。我西施已经不会为他们做任何事了。不为他们，也不为越国吗？别忘了，我们总是越国人啊。受了吴王的宠，就连自己的先人都不认了。你要是不肯去，我现在就去回复勾践大王。梦瑶，我们走。夫人，这个狐媚大王的妖精，他让大王丢尽了脸面，还敢随着大王出去招摇，我吞不下这口气，我恨不得一把撕碎了他。夫人，快把这个垫好，甄旦马上就要来了。他和那个西施是一路货色，要是被他看出破绽就糟了呀。夫人，你听我的，等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大王肯定会回到夫人身边来。那时候，咱们再一个个收拾他们。我等不及了。冬梅，你给我回趟魏国。回魏国？去找我的哥哥，他身边有豢养的武士，选一个来做刺客，在他随大王去越国的路上，除掉他。夫差为什么突然去越国？眼下还是个谜。不过他突然去越国，必定关乎我越国的存亡。你要马上想办法告诉文种，让他做好种种准备，绝不可以有任何闪失。那不如干脆趁此机会，命令文仲大夫杀掉夫差。不行，我们还在这里。就算是杀掉夫差，还有伍子胥，那就等于把我们置于死地。大王，西施来了。他是谁？他就是勾践大王身边的将军啊。温连君，西施姑娘来了。是他，那天送梦起来的就是他。姐姐在说什么？大王王后，走，我们去见范将军。大王，西施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？
西施姑娘没有想到范将军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吧？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万一传到夫差的耳朵里，你会百口难辩的。将军说的对，我们有话快讲。西施姑娘，听说你要随夫差前往越国，范将军需要西施姑娘做些什么？快告诉他吧！这关乎着我越国的生死存亡，不可以再犹豫了。是这样的，这次夫差去越国，目的尚不清楚。如果出现不测，希望西施夫人尽可能利用夫差的宠爱，帮助渡过难关。另外，无论夫差要做什么，要想尽一切办法告诉关中大夫，让他早做应对的准备。西施姑娘，你听到了吗？有些话，我想和范将军单讲。寡人刚才说的话呢，请答应答应。这里真不是你久留的地方，到底有什么话，快说吧。请将军看着我的眼睛，是谁杀死了我的师兄？你怎么想起问这个？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他？刚才从马厩离开的，那是谁？你说的是裘善将军？不要骗我！我要知道这一切，为什么要杀死孟琪？为什么？如果你还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就把这一切都告诉我。好，我来告诉你。吴齐一旦联盟，我越国就有无翻身之日。为了能够让夫差撵走江聪，就只好设此一计。所以，你们就让孟琪把江聪骗进花园，让郑丹把我。大王的本意是想把一切都推到江聪身上，可是我知道，这不得不连累你，也会连累孟琪。既然孟琪已经听了你们的话，你们为什么还是要把他杀死？是因为薄皮察觉到了。不要再说了，明白了，我一切都明白了。你知道，我把孟琪送出城外，他对我说了什么吗？他说：“我知道你还深爱着范将军，我可以先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等到范将军和勾践大王回国之后。”你们就可以在一起。殿下，你在这干什么？我要等待西施夫人呢。小兔子。好久不见，你真是越长越可爱。能在这儿碰见你，真是太巧了。我刚好要去找你，把这小东西托付给你呢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要随父王去越国了。你也去越国呀？难道你也去？哎，这么说我们能在一起了？哈哈哈！哎呦，就是这个小东西要可怜喽，自己在家孤苦伶仃的。你怎么不能带他一起去呢？父王看见会不高兴的。没关系，我带着他。哎，那也不行。走。去哪儿啊？我给他预备的吃的在花园里。哎，越国的安危，就拜托姑娘了。日后寡人必有重谢。
你说什么？你告诉了他？你告诉他是寡人设计杀死了孟琪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知道了这一切，还怎么会效忠寡人？你这是在坏寡人的大事。我们伤害他已经伤害得太多了，这件事不该再瞒你。你有没有想后果啊？就是我没有想到后果，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才一步一步成了一个让他鄙视的小人。我不想再骗他，不能再骗他。现在后悔了？悔！悔不当初，悔之不及，悔之晚矣。寡人把你捧为贤才，把你捧为一块降服越国的至宝，你却是这样一个只知儿女情长的俗人俗物。是寡人瞎了眼，后悔的不是你，是寡人。大王，大王，把门打开啊！大王。大王，大王，你们怎么？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你只要记住，我勾践只要活着，就永远都是越国的大王，这就够了。哎，你乖点啊！给你吃这个。梦瑶，我突然发现，你有一个地方长得跟这个小兔子是像极了。哪儿像啊？一样红，一样小。我才不是三瓣嘴呢。不过，我看殿下的耳朵和这小兔子的耳朵，好像是一样长。母亲来了。我说的不对吗？还是拜见母亲。母亲，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越国小醉奴梦瑶。奴婢拜见夫人。今天又是这么巧，让我看到你和千雍殿下在一起。看来你很喜欢千雍殿下。你呢？回母亲，儿也喜欢他。好吧，既然我的儿子都这么说，那我就去求求大王，让你到千雍殿下身边来。谢谢夫人。母亲此话当真？跟我回去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母亲，儿和那个梦瑶起来，请母亲原谅孩儿。原谅你什么？儿不该喜欢他。我没有怪你，如果怪你，还会许诺把他调到你的身边来吗？母亲，你不要以为我会从心里认可一个越过来的小罪奴，他配不上我的儿子。只是因为有了他，你会被人看成是一个贪玩的孩子，这样魏姬才会放心，王后才会放心。
而原来也是这么想。可是现在怎么了？还是现在真的喜欢上他了。在这个宫里，还是觉得只有和他在一起，我才能感觉到快乐。好吧，我不责怪你。不过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不要忘了最要紧的事。这次随父王去越国，你知道最要紧的是什么吗？儿知道，一是尽可能让父王知道儿是一个有才能的好儿子；二是让有儿哥哥知道他有一个知心的好兄弟。难怪现在人家都说殿下的剑术啊越来越精进了。母后小憩该起来了吧？他还让我去见他呢。殿下，我……啊？你要说什么？殿下，我能跟随你一起去越国吗？恐怕不能。父王身边所带的婢女已经够多了。我知道，你想回家乡看看。好了，别难过了啊。哎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我对母后说，我要娶你，只要母后答应了，父王就不会反对。我再要求你跟在我身边。王后是不会答应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越国来的罪奴。那又怎样啊？西施难道不是越国来的罪奴吗？她现在可是父王最喜欢的妃子。哎，走，快去帮我换衣服，我马上去见母后。走啊！就快要出发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母后放心，儿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要准备的不只是器物，是你的心。我知道，这次随父王出去是儿历练学习的机会，我会珍惜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是你的弟弟钱雍。你们同在父王身边，不经意间就能分出高低。他的母亲也一直在暗中教导他，切不可以为自己是哥哥就掉以轻心了。我为什么非要和弟弟相比？别忘了，能继承王位的只有一个。钱雍还早呢。到了接替王位的那一天，他就不小了。这件事你就好好听我的吧。嗯。还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。什么好事？你已经到了成婚的年纪，我为你物色了一个好女人，你猜猜会是谁？晋国公主孤月。就是她。我记得有一年你们见过面，那可是个好姑娘，端庄娴静。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不要？难道她不好吗？儿想娶秋蝉。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怪念头？当初儿把她要到身边，母后是答应的。答应又怎样？她是个婢女，让她给你侍寝，就该娶她。你是王子，将来要做这吴国的大王，怎么能娶一个从越国来的罪奴呢？儿真的喜欢秋蝉，我不想要别的女人，我只想娶她，求母后成全我们。你想都不要想，和晋国公主的婚事就这样定下了。母后，我还以为你长大了，懂事了。难道你就不明白，与晋国联姻就会得到晋国的帮助，你这边就多了一份分量，你日后继承王位的事情就多了一份保证了。可是我……不要再讲什么了。如果你再这样执迷不悟，我现在就派人把秋蝉乱棍打死。哼！
父王。你怎么在这呢？儿等候父王很久了。有什么事吗？奴婢叩见大王。这是做什么？儿求父王成全我和秋蝉姑娘，儿是真心喜欢她，可是母后不答应。你的事情我知道。晋国公主不，儿除了秋蝉姑娘谁也不要。你以为你配得上我的有儿吗？既然明知配不上我的有儿，为什么还敢纠缠他？奴婢是岁奴，本不该有非分之想。可是殿下是让所有姑娘不能不爱上的男人。无论大王答不答应，奴婢也愿意侍奉他，侍奉他一辈子。父王，儿和他一样，只盼这辈子好好呵护他。求求父王答应吧。男女之间有这样的情愫，实属不易。起来吧，我会找个机会好好劝劝你的母后。谢父王。望日就要上路了，都预备好了吗？儿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请父王放心。父王，那是什么？那是鲁国送来的一只供赏玩解闷的黑熊。黑熊？晚膳之后，你们都随我过去看看。是，父王。姐姐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好不容易绣好的。梦瑶，他这是在和谁生气啊？行了行了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有事要和他说。怎么了？我有件事想求你。我想家都快想疯了，你帮我向大王求求情，让我跟你们一起回越国。告诉我，是谁杀死了孟琪？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知道，你当然知道，是勾践大王让你把我拉到了花园，是他让你说动孟琪，约来了江聪。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好，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和孟琪的死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他就是因为这个才被灭口的。真的，我一直都是把你当亲姐妹，我做梦都想不到，竟然有一天你会和他们一起来算计我，算计孟琪大哥。我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什么？你不要冤枉我，我没有。你听着，孟琪不会白死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为他报仇的。翠儿姐姐，先别进去，大王来了，不知为什么正在和王后争吵呢。我们的儿子怎么能娶一个罪奴为妻？大王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寡人从不计较别人说些什么，男欢女爱重的是一个情字，有儿已经大了，这事随他吧。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他和晋国公主的事已经定了，大王不觉得这样的联姻对我吴国是件好事吗？是好事，是好事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国事是国事，情事是情事。寡人不想在这件事上伤了儿子的心，让他这辈子在心里里诅咒他的父王。这是他一时糊涂，
以后他一定会后悔的。寡人想成全他，已经答应了他。可是我不答应。我是他的父王，难道我不是他的母后吗？你。 这是怎么了？奴婢从来没有看见王后这样顶撞大王。翠儿，你带几个人，马上去把那个叫秋蝉的给我抓来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听到没有？是。 大王驾到！恭迎大王！喜子，小奴在。去请王后和西施夫人过来。是。大王。有什么事吗？有件事，小奴还没有向大王禀报。什么事？广阿公来人说西施夫人今天又去马厩见了勾践和范蠡。等等，一会儿把那对京城给叫来。是。小兔子，以后你要乖乖的。宁妃夫人同意我跟千人殿下在一起啊。 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？父王不是叫我们去看黑熊吗？不许去！我已经向你父王告假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千雍殿下，梦瑶，你找到他了？我怕殿下着急，就想着赶紧把他送过来。哎呦！奴婢拜见夫人。夫人。 有什么事情吗？秋蝉是我的好姐妹，求夫人救救她吧。秋蝉，母亲，就是我哥哥喜欢的那个越国姑娘。梦瑶，她怎么了？刚才我在大殿下的门外看见有人捆绑着她，把她拖走了。是些什么人？车里有一个人影，好像是王后身边的翠儿。翠儿。 快！大王，小奴把他们带到了。叩见大王。这只黑熊是鲁国送给寡人赏玩的，你们平时也难得一见。来，好好瞧瞧它。同是笼中所求，心中必定别有滋味。这种黑熊平日昼伏夜出，倒也不算凶猛，见到人总是能避而远之。倘若要真有人接近了它，你们看它每个脚趾上都长着尖利的爪钩，凶狠起来胜过勇冠3军的大将军。人犯都带来了吗？回大王，都在外面候着呢。带进来。是。把人们抓起来！只是看看，没有什么趣味。鲁国人有一种玩法，这些人都是死刑犯，只要谁能够斗败在笼子里的黑熊，
寡人就赦免他的死罪，当场开始。皇后，你挑个人来开个洞。哪里会有斗败黑熊的人啊？如果人要进去，必死无疑。我不想看着血淋淋的东西。大王，还是请西施夫人来点吧。生杀之权难得，寡人不会勉强你。奴婢真的可以任选一个人吗？当然。那就请勾践大王和黑熊。好，勾践，只要你能够降服黑熊，寡人立刻送你返回越国，绝不食言。大王，大王，放了大王！大王，小心啊，大王！大王，放了他！大王！西施，不！大王！西施夫人，求求你饶了勾践大王，求求你饶了他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他为我的师兄缠绵。启禀夫人，都找遍了，连那位秋蝉姑娘的影子也没有。王后那里去看了吗？去了，王后去看黑熊了，寝宫里没有任何动静。哎，你们两个有没有问问守卫宫门的侍卫？四门都问了，他们说有车轿进进出出，可没见有什么被绑架的姑娘。殿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母亲，不要慌，此时王后正和大王在一起，暂时不会对秋蝉怎么样。可是一定要在他回宫之前找到秋蝉，不然，也许就真来不及了。母亲，你这话的意思是，既然是绑架，就不会让他活下去。哎呀，你们两个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赶紧再找几个人一起去找。是，赶紧去找。大王，大王！大王，小心啊！大王，小心！小心啊，大王！大王！小心啊，大王！小心，大王！大王！小心啊！夫差大王，求求你饶了他，饶了他，饶了他吧，饶了他！大王，求你了！大王，小心啊，大王！小心啊，大王！西施夫人，求求你放过他吧！大王，不要再继续。是因为范将军的求情，我很想答应你，只可惜没人能打开这笼子，没有人能够阻止黑熊嗜血的行为。
王，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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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，醒醒，醒醒，大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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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是在哪儿？是富山大王杀死了黑熊，救了你。大王，罪臣谢大王救命之恩。要谢就谢西施夫人吧，是她向寡人求的情。谢谢西施夫人。殿下，母亲，再想想办法吧。魏姬宫里有你相熟的婢子吗？有，今天大王让正旦去侍奉魏姬夫人。好极了，你马上去找到她。母亲，找她干什么？让她把这件事告诉魏姬。魏姬在宫中的权势仅次于王后，只要她出手，就一定能够把秋蝉找出来。可，魏姬夫人会管这事儿吗？当然会管，只要是和王后有关系的事，她不会不热心的。你们还小，不懂这宫里的事情，只要能把秋蝉找出来，不但王后和她的友儿会反目，大王也不会饶过她。这可是魏姬夫人求之不得的事。好了好了，听我的话，马上把梦瑶送到魏姬的寝宫去。走，梦瑶。夫人，正旦的房子我也安置好了。大王为什么让他来照看夫人？你真不知道？不知道。